小林爸爸講故事時間嚟啦！好啊！睇下書本變出咗好多唔同故事，好靚啊！一齊跳舞啦！小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咗小林爸爸講故事嘅時候啦，你準備好未呢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故事名稱叫做《真正的富翁》，係故事入面會有兩個人物出現，一個係充滿學識嘅學者，另一個就係家財萬貫嘅商人。希望你哋日後可以有所得着。好，唔講咁多啦，故事開始。好耐以前有一艘好大嘅商船正在航行喺茫茫大海之中，呢艘船上面坐滿咗一班家財萬貫嘅商人，個個都穿金戴銀，成日互相炫耀自己帶住拎去賣嘅寶貝。其中一個商人得意洋洋咁打開個檀木盒，拎起一啲深紅色嘅香料，講話呢啲係上等香料，由東方遠道而嚟，一小撮就令到成座城嘅貴婦搶住買。隔離台另一位商人雙手捧出一件青瓷花瓶，輕輕咁放喺白絲綢上面，佢壓低聲線講話：呢件喺宋代嘅孤品，人哋見到一定會傾家蕩產都要買啊！但係呢班商人當中有一個人顯得格格不入，佢就係一位衣服破舊嘅學者。佢靜靜咁坐喺角落，身邊只有一個小小嘅行李箱。之後有個商人好奇問佢：喂，你又帶咗啲咩寶貝拎去賣啊？學者抬起頭，眼神平靜，微微一笑：我要賣嘅係世上最了不起嘅東西，不過依家仲未可以睇到。呢句說話即刻引起全船人嘅好奇，個個都充滿疑惑咁望住學者。到咗夜晚之後，商人們等學者瞓着咗，幾個人偷偷摸摸咁走過去，打開學者個行李箱。打開學者個行李箱，結果行李箱入邊淨係得幾件舊衫，連一分錢都冇。商人們一齊嘲笑就話：嘿，原來係個窮光蛋，仲喺度扮高深，以為收埋咗啲值錢嘢，其實只係一個騙子啫。第二日，當艘船快要到達目的地嗰陣，天氣突然變到好惡劣，又狂風又暴雨，巨浪滔天，整艘船隨即翻轉，最後仲沉沒埋。商人們紛紛大叫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彩所有人最後都可以游到返岸上面，個個衣衫不整，好失落咁跪喺沙灘上，望住自己空空如也嘅雙手，心如刀割。當商人們喺岸邊嘅沙灘上面，先至發現佢哋引以為傲嘅所有金銀珠寶都全部沉沒在海底，所有身外嘅財富一夜之間，一切都化為烏有，咩都冇晒，個個都變咗窮光蛋。咁另外嗰位學者呢？學者雖然一樣濕透，但佢拍拍個身，背起個小行李箱，一步一步咁走向附近嘅村莊。時間又過咗幾日，村民發現學者喺村校裏面教緊小朋友識字、計數、講道理。小朋友們都圍住學者，開心學習，笑聲不斷。漸漸地，學者嘅名聲傳開咗出去，連之前笑佢嘅商人們都親眼見到。村民們敬重佢，孩子信任佢，連村長都請佢建設村莊。就因為咁樣，學者亦都開始慢慢咁富有起嚟。終於有一日，嗰班曾經笑學者窮光蛋嘅商人們走到學者面前，低下頭，由衷咁講話：學者，你講得啱，我哋一瞬間就失去所有財產，但你所擁有嘅知識同智慧係風吹唔散、水浸唔爛，永遠都屬於你自己嘅。我哋而家先真係明白到知識就等於財富呢個道理。係啊，知識真係最寶貴財富。小朋友，故事講完啦，你哋又明唔明白當中嘅意思同埋道理呢？呢個故事想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財富唔係你擁有幾多物質，而係你腦袋入面擁有幾多知識同埋智慧。金錢、珠寶、奢侈品等等，呢啲全部都係身外物，可能一場風浪就可以令你一無所有。但知識、品德、能力呢啲係內在嘅財富，擁有咗之後就會永遠跟住你，邊個都拎唔走，搶唔去。你而家付出嘅每一分努力，將來都會變成你生命中最富有、最珍貴嘅財富。未來主人翁嘅你哋一定要記住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。真正嘅富翁唔係擁有最多金銀珠寶嘅人，而係擁有無法被奪走知識嘅人。
如果鍾意小林爸爸講故事嘅影片，就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撳一下個鐘仔，咁樣下次一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啦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小林爸爸今晚又坐在床邊，講着故事陪他。